源头，咱人爱伫福报。人是一代传一代，刀嘛是着爱永远不要来甲传承落去。现在咱就要来邀请一位咱的读经班的小天使，为咱各位老菩萨来带来连续2首感恩的作品。咱即摆就掌声欢迎咱读经班的小天使。咱的小天使真古锥吼，有2岁、有3岁开始起跳，1岁阿公还袂晓跳啦，所以讲2岁开始来起跳吼。那么这个囡仔大家呢，咱拢伫读经班读着四书五经，嘛真知影着咱做人的道理，大家嘛拢真友好啊，咱的智慧嘛加加了真紧。咱真再一次掌声来欢迎因。第1首伊要甲咱带来的叫做感谢上天慈悲，感谢过去前辈